华语礼拜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弟兄姐妹将手机关机或是关静音，预备心来敬拜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，一起来敬拜上帝。邀请大家站立起来，用我们的手，用我们的嘴，一起来用我们的身体来赞美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，引路中水涌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，末后的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神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。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起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，引路众生永流，永活的主你在这里，你是起初的，末后的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。你是起初的，末后的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，昔在今在永在
在你去，喜在尽在永在你去望。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
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。患难困苦，死因有故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吹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。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。患难困苦，死因有故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主啊，任何的东西都无法将我与你爱隔绝。我要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，使我的心能够向着你，能够更深的向你。主耶稣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向你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听我声音，亲自安慰我心，更深亲近你。张开双手，渴慕你时刻的同在，主里面仰望无价恩典慈爱，并尽向你，倒空自己，全心敬拜。看见你同在的美好，看见超乎所求的应允，感受你无私的爱我，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，看见你同在的美好，看见超乎所求的应允，感受你无私的爱我，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。主耶稣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向你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听我声音，亲自安慰我心，更深亲近你。张开双手，渴慕你时刻的同在，主里面仰望
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张开双手，渴慕你时刻的同在。主灵里面，仰望无价恩典慈爱的迎接向你，倒空自己。全心敬拜，看见你同在的美好，看见超乎所求的应允，感受你无私的爱我，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，看见你同在的美好，看见超乎所求的应允，感受你无私的爱我，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在这里，我们抛下了其他的烦恼，就只要来单单的来渴慕你、仰望你、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接下来的礼拜当中，我们能够感受你的灵。哈利路亚！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会众依然站立。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别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本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而公的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现在请坐，我们现在进行奉献。请服侍的奉献同工。
我们一起来做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、祈求和赞美。感谢主时常与我们同在，恩待我们的软弱，引领我们每一天的日程。谢谢你做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有主在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因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。配得我们歌颂与赞美的神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主啊，让我每一天，在每一次、每一个敬拜的当中遇见你，在颂赞中心里有感动，在服事中与主更亲近，在每一天的灵修中立志要紧紧跟随你。求主挪去我们内心的骄傲、自以为是，能够谦卑自己，不是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凡事尊主为大，寻求神的意念，因为在宝座上的神，他在背后掌管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心思意念。愿圣灵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，神的路径真的最美好。也愿使我们所求所想都合乎主的旨意。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祈祷文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今天好像我刚刚看到一个外国的新朋友哈，来后面那位先生，来给我们站起来看一下，我不知道他名字，因为超太没有给我们一个好 ，Mick 好，欢迎你来，大家拍手一下哈，听得懂中文吗？听得懂中文吗？可以 ，OK 没好 ，OK 谢谢，请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周报那一页的教会的消息，我们下一个礼拜的，我们看一下报告我们的内容哈。下一个礼拜的服事的同工，大家自己预备心，准备你们的有预备有服事的人，请你们预备你的心准备。那我们教会消息哈，今天是清明连假哈，有些人也返清或者是回去扫墓。那我们教会今天就是有清明的追思礼拜哈。那我们等一下也是有追思，我们台语礼拜已经做完了哈。那等一下我们也有华语礼拜有一点追思的时间。那个特别要提第4点的，4月7号晚上在大城教会7点半有举行那个中区的台北中会中区的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。这次中区我们牧师好像是中区的区长黄之美牧师，那他主理，那义杰牧师正道，那我们的圣歌队会前往献诗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受难日受圣餐礼拜是蛮重要，若我们年轻人华语礼拜的也欢迎一起参加。还有下个礼拜第6点，下礼拜是复活节赞美礼拜，这是我们教会节期蛮重要的一个礼拜。那又举行第2次的圣礼典，那我们那个圣歌队的伴奏才引要受洗哈，这也是我们等待很久、很高兴的消息。那若当中还有人想要受洗的、坚信你的，就赶快来报名。那下个礼拜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爱餐后要做宣道部有复活节彩蛋活动。现在的蛋非常珍贵哈，所以若是想要参加的要登记，那你就有一个蛋，然后是纪念主的复活跟庆祝他的复活，所以要来在楼下需要参加的，有小朋友或大朋友都可以在1楼来登记。还有4月23号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福音主日哈，欢迎你们带朋友来，我们邀请到郑明堂老师，我们也知道圣歌队唱了很多诗歌都很久了，尤其咱统熟悉的像天杯温点紧加多啊，这都是最早我们的歌，就是郑明堂老师做的，所以我们欢迎下礼拜4月23你们
4月23号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这个福音主日。那一天下午，我们教会来举办，有5个教会的圣歌队观摩联谊，也欢迎要参加的来参与领赏。好，以上团契消息就有松联团契，还有情社团契都有4月7号、16号有聚会。那尤其情社团契有秀瑶老师的情绪管理，这个主题蛮好的，欢迎参加。那奉献请大家自己看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追思的那个，今天是清明，我们来追思我们教会的长辈以及我们的亲人。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,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
这清明的季节，我们就追思怀念我们所最爱的人，还有家人。有一句话说：“眼睛看不见，不代表不存在，只要你心里记得，永远不会消失。”那我们的亲人都移民在天国去，我们想那是上帝所预备最好的地方。用这样来纪念我们的家人，以及已经到天国的亲人。这时候，我们来看圣经，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。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，我来读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耶稣便叫一个小孩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，凡谦卑像这个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”讲到我们请林义杰牧师，他的题目是“如孩子般的谦卑”，请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今天是棕树之主日，让我们一起来想念、感谢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，骑着驴驹子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，洗净了我们众人的罪。在基督的爱里面，我们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愿圣灵的大人与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亲自安慰我们在世的亲人离开我们那个伤痛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世的每一天能够珍惜我们每一个当下。我们为主做见证，能够谦卑如那个孩子一样，为主所用。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？在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这2本福音书里面，也有同样的记载。门徒跟随在耶稣的身边有好几年的时间，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，门徒接受耶稣的教导、差遣，也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5块饼2条鱼，喂饱5000人。也甚至看到耶稣让死人从死里复活。虽然这做了这么多的教导，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门徒依然没办法了解耶稣过去对他们所讲的、所教导的事。就在耶稣带领门徒往耶路撒冷路上，门徒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严重。他们一直在路上较劲，较劲什么？争论的彼此谁是大的，谁是比较小。在马太福音18章之前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之前，有记载耶稣已经有2次跟门徒预言，他来到世间的任务，他要被害，但是他又会复活。我们都知道，第一次耶稣讲的时候，这个门徒当中的我们说班长彼得斥责耶稣说：“耶稣，你千万不可啊！这个死这个事不能临到你。”第二次耶稣在讲的时候，门徒心里非常的忧闷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门徒们内心想的是：我跟随耶稣，我要能得到荣耀。但是他们没办法了解，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，得荣耀没错，但是在得荣耀之前，要经过苦难。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第1节，
第1节说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门徒一群人跟随着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去。门徒没办法了解耶稣此时的内心是非常的煎熬，心情是如何的沉重，因为他为了是要完成天父上帝所交托的事情，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。耶稣将要喝那个苦杯，门徒也将要喝。但是此时的门徒，他们关心在意的是什么？他们在意的天国，其实跟耶稣在意的天国是不一样的。门徒们关心的一样是他们现在他们地上的地位、权利。我们要细细的来读今天的经文第1节说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其实这个口气又像好像他们在质问耶稣：“耶稣，你说，到底我们门徒之间里面谁是大的？谁是最大的？”人对始祖亚当、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人自然而然会对内心产生许许多多各样的欲望。当门徒在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时候，这个就意味的是他们在比较。有大就有小，有高就有低，有多就有少。不管我们在家庭、在学业、在我们的资质上面，在我们的工作、在我们的财富上面，甚至人际关系各样方面，我们人总是期待什么？可以赢过别人，这样的一个欲望。我们期待我们呢得到多又更多。这是值得我们现在来思考。目前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受这样的欲望来控制我们？我们内心常常在问耶稣：“耶稣，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？”今天的经文第2节到第3节说，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到中间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向这个小孩子的样式，没办法进入天国。我实在告诉你们。”这个在原文里面是耶稣用非常生气、很严肃的口气对门徒说：“你们讲要进入天国，有2件事情你们要注意。第一个就是回转。门徒对天国有很大错误的认知，这样的错误的认知让他们偏离了目标，离天国的路会越来越远。因为罪恶进入他们的心里面，门徒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国。这个也在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的信仰有受欲望引诱产生偏差的时候，我们会离真理会越来越远。路走不对了，车开错了，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回头。可是前提是我们要有自觉，说我们路走错了。如今教会也受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，我们对侍奉、对奉献、对宣教，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渐渐出现在教会里面，一代影响一代。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一些的长辈。我想有一些的长辈对我们的爸爸妈妈对你们影响很大，而现在轮到我们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好的信仰再传下去，一代再传下去？当错误的观念在教会里面偏差了之后，教会里面又有许多的纷争会出现，以至于很多教会看到弟兄姐妹没办法彼此相爱，因为他们在争天国里面谁是最大，甚至牧师跟羊群的方向还是错误的。
我们台北中会有5个区啊，刚刚有讲的说，我们在礼拜五受难是我们中区啊，一个区大概有20间教会，我们举行联合的一个受难礼拜。我们目前在前2年，我们中会有开除了1间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我们就把它关掉了。我目前大概有99间教会。但是这99间教会里面，我们竟然有16间教会没有牧者，这样夸张的一个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我们都知道，羊没有牧者，羊会四散。当羊没有牧者的时候，很容易被野狼把它吞吃掉。这个是对我们是同样的信仰团体里面，耶稣基督是头。每个教会就好像互为肢体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危机的一个警讯。我们也要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祷告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说，当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，人就选择要跟上帝一样。人依靠自己本身来生活，他创造了他自己的生命。他是他自己的创造者，他不再需要创造者上帝。既然人创造了自己的生命，他就成为自己的创造者。人选择成为上帝，执意走那条偏差的路。回转是一个调整的动作，我们走错路了，我们就要回头调整。回转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，回转代表我们愿意重新来倚靠上帝。倚靠上帝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一个我们生命重生可以得到救赎的一个机会。第二，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。我们除了回转之后，我们要回转成什么？回转像小孩子一样。在犹太人当中，小孩子跟妇人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。我们常常看圣经里面，在数算人数的里面是不含小孩子跟妇人的，所以小孩子是最微不足道啊，不像现在啊，我们这个对孩子当然是很看重的，但是小孩子还是要完全依靠父母亲才能够生存下去。回转向小孩子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将自己降下来，我们不要一直想把自己抬得高高的。马太福音23章12节说，想升高的人会被降低，谦卑的人会被上帝抬高。如今耶稣要门徒抛弃掉世界的标准跟价值观，回转谦卑，像小孩子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完全依靠天父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棕树枝主日。约翰福音12章12节到13节记得说，那一天有一群人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听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许多的群众手拿了棕树枝来迎接耶稣，喊着说：“何撒那，奉主的名应该被称赞的。以色列的王应该被称赞的。”2000多年前，门徒将他们的外衣披在一个小的驴驹子上面，很多的人将他的衣服放在地上，又弄了很多的树枝铺在地上，要迎接耶稣进城。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画面！犹太人要迎接他们的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作王。但是2000年后的我们知道，其实耶稣并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作王。耶稣是为了世上的人，也为了在座的我们，不管你认不认识耶稣，耶稣为了我们世人受钉十字架，他惨死在十字架，流宝血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有重生救赎的一个机会。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：
我们是不是有像今天的经文第4节到第5节？第4节到第5节说：“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；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”我们有没有谦卑像小孩子？在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常常思念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爱？其实，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忘了，我们的信仰常常有时会停留在礼拜天。到了世界，我们被世界所影响，我们忘了主耶稣曾经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是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命换来的。我们没办法感受到耶稣是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，而且这个是一个重价的一个恩典啊！当我们没有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2000年那一群手持棕树枝欢迎耶稣的那一群人，内心里面在打算、盘算，都是自己的好处。当结果不合他们的意，当耶稣不是照他们的意要去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，那一群人一样喊，将耶稣钉十字架。我们会不会成为再一次钉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一群人呢？刚才我们在追思想念我们建成的一些信仰的前辈以及亲人，因为我们是在华语堂，在台语堂的长辈更多。我们也看到我们创办我们建成教会的一个黄六点牧师、师母，很多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前辈，他们为了基督的教会，他们一世、他们一辈子辛劳的做工，向他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如今这个传承的大工程换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有回转向小孩子这样的一个信仰吗？一节牧师今年3月受洗，到今年3月满21年。21年对这枚长老他们这种从小的信仰，我们算是很短，我们算是很短，但是21年回想，其实也还蛮长的。回想在当初要受洗之前，教会的辅导给我上基要真理的课，就像我们的诗琴，那个圣歌队的诗琴柴颖，他来教会10年了，这阵子牧师都在帮他上基要真理的课。课程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的辅导就问我跟志梅牧师一件事情：你们的信仰想玩真的还玩假的？当时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很疑惑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对圣经也不是很懂，来到教会1年后要受洗，我们心里我们就回答他说：我们以前拜拜也是拜真的啊，那如今信基督还有分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吗？在教会20年的信仰里程当中，我终于明白他当初跟我们讲的这段话。在这20年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来来去去，很多因为人的因素离开了教会。当我成为牧者之后，我有看到许多的教会因为信仰的偏差，以至于很多弟兄姐妹离开了教会，对信仰失去了信心。在牧师本身这20年的信仰旅程当中，有高山，有低谷，甚至最后我们一家人受呼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。在平信徒有10年，牧会今年也算第10年。牧师有一个很大的感受，
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宗教，信仰是跟随耶稣的脚步，也就是信仰是要背十字架的。这件事情，玩真的跟玩假的其实差很多。牧师之前又讲了，你玩真的在侍奉跟奉献，以及宣教，以及对弟兄姐妹，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我们玩真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有事情上帝会替你承担，前面没有路，上帝会为你开路，那样的神迹奇事才会出现啊。可是当你玩假的，或者玩一半真一半假的时候，你常常会有许多的担心，有常常许多的烦恼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谦卑回转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就是要玩真的。我们谦卑回转像小孩子，就是因为我们想玩真的，因为小孩子他是一个无力的。谦卑像小孩子一样，就是我们想倒空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来寻找耶稣的面，我们完全的放手，就像可晴一样，就像凯华盛宴一样，他就一直在找妈妈。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要来过信心的生活啊！唯有完真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，我们生命才能够真正经历，原来这个信仰真的有上帝，原来这个神他是那么有能力的一位神啊！弟兄姐妹，当牧师在教会里面看很多弟兄姐妹，因为某一些事情，很多的埋怨，很多的互相的攻击，很多的耳语，甚至说，为什么这么好的弟兄姐妹，他一样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？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啊。我们一起透过敬拜团来唱这个诗歌，我们跟主说，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重新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站立来唱这首诗歌。超乎所求的应允，感受你无私的爱我，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，同在的美好，看见超乎所求的应允，感受你无私的爱
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当我们谦卑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，代表我们需要你，代表我们要依靠你，代表我们盼望你陪伴我们走前面未来的道路。但是主，我们要说，我们的力量不够，我们非常的软弱。我们要说，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。愿主耶稣你的怜悯、你的医治、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放胆、放心来跟随你，成为主你的门徒，为主你来做见证，荣耀你的教会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那我们来唱最后诗。说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，不被压，总会压。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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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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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华语礼拜到这里结束，会后可以彼此交谊。